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5年1月27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19篇89节到96节，耶利米记36章第1节到第10节，哥林多前书14章第1节到12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圣神的运输。运输是上帝所赏赐的礼物，属灵的运输常常互人解说做超能力啦、足神奇的代志，也是上顶啦吼。但是事实上呢，圣神所赏赐的运输，迄个目的只是要爱互咱伫教会耶稣基督的身躯中间来彼此去做。当然，正着圣神的同在，只要互咱会通坦然无惊吓，这是上基本的，也是上大的运输。有圣神运输的人，就必定会通明白上帝的旨意，顺探上帝的教导。耶利米书第36章第1节到第10节，中间看到以色列伊对这个以色列人、犹大以及列国所讲的话，安尼记载落来。伊毋望将来有人看到，会当伫这中间的话，就愿意悔改来上帝。咱看见耶利米伊受到上帝圣神的运输，然后又就发言来提醒众人，互既然愿意听。来顺探悔改的人，就得到上帝的允福。伊安尼讲，约西亚的囝约雅敬统治犹大第4年，上帝对耶利米讲：你摕一卷册来，做约西亚做王的时到今仔日，我对你讲所有关以色列甲犹大以及列国的话，拢记录起来。犹大皆听到我要讲在的福音，因逐个人就可能悔改，无去行邪恶的路。安尼我就会赦免因的罪孽甲罪恶。耶利米叫尼亚的囝巴录来，将上主对伊所讲一切的话，甲巴录讲。巴录就将这的话拢记录伫册卷。耶利米吩咐巴录讲：我互人禁止袂用得入去上主的圣殿，所以你着伫禁止的日入去上主的殿，将我甲你讲的，你写伫册卷上主的话，读互人民甲这逐个城镇的人。来的犹大的人听，因有可能会伫上帝面前，祈祷悔改，逐个人无搁行邪恶的路，因为上主有讲，伊对即个民族发的受记非常的明烈。尼利亚的囝巴录就照先知耶利米吩咐一切的话，伫上主的圣殿宣读册卷所记载上主的话。约西亚的囝约雅敬做犹大王第5年第9月，住伫耶路撒冷的人甲所有对犹大各城镇的来耶路撒冷的人民，伫上主的面前遵守禁戒。迄时，巴录伫上主的圣殿顶面埕，我近圣殿新门门口，沙番囝司机基玛利亚的房间宣读册内面耶利米的话，互所有的人民听。保罗伊也对哥林多教会基督徒讲到，着爱确无圣神的运输，但是伊所强调的，毋是真正奇怪的现象甲运输，乃是宣讲上帝信息的运输。哥林多前书14章第1节到12节，保罗安尼讲：恁着爱追求爱，爱确无属灵的运输，尤其是宣讲上帝信息的运输。
迄个讲灵语的，毋是对人讲，乃是对上帝讲，因为无有人会当听捌伊的话。伊是圣神正着圣神伫讲述奥秘的真理。可是迄个宣讲上帝信息的人是对人讲，是要爱造就、要鼓励甲安慰因。讲灵语的人，只有造就家己宣讲上帝信息的人，是咧造就全教会。我希望恁拢会讲灵语，可是我更较希望恁拢会宣讲上帝信息的文书。因为除非有人将灵语翻译出来，互全教会得到造就，若无宣讲上帝的信息，就比讲灵语更较重要。所以兄弟姊妹，我到恁遐去，如果只有讲灵语，无带互恁对上帝遐内的启示、知识、甲语言、甲教导，那呢对恁有甚物利益？甚至遐会无有性命的乐器，就亲像笛仔甲徛琴共款。如果因发出的声无有关键的分别，怎会通互人知所吹所弹是甚物曲呢？若是要吹好，会吹袂出准确的音，甚物人会准备小节呢？相款，恁所讲的灵语若无清楚，甚物人会当明白内面的信息呢？你就是空气讲话吧。世界有济济无共款的语言，无有一种语言毋是咧无表达意思。若是我无明白迄种语言，那安尼使用迄种语言的人，对我来讲就是外国人。我伫因眼中嘛是一个外国人。相反，既然恁热切望有属灵的文书，就应该爱来追求迄会通造就教会的文书。诗篇119篇89节到96节，上主啊，你永远存在，你的话确立伫天顶，你的信息闪到万代，你建立地，互伊确立。天地照你的安排到哪要存在，因拢是你所采用。我若毋是意爱你的律法，早就伫我的苦难中间来灭亡。我永远袂记得你的律例，因为你用你的律例保守我的性命。我是你的，求你救我，因为我追求你的律例。歹人长等要毁灭我，毋过我要默想你的教示。我看出所有完全的拢有限，只有你的诫命是完全无界限。感谢主，赏赐阮有力量，互阮会通来成做你所采用的仆人，得到圣神的恩赐，会通宣扬福音，带人归主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